睇木村嘟嘴，大和號揸到。動畫推出36年，大和號終於拍成真人版電影。除咗睇木村拓哉做古代進，黑木美紗做深雪，佢哋嘅感情線，好多女觀眾睇完都話感動到喊。男 fans 就話最期待大和號出發，破土而出呢一幕。呢個作品咧可以話係日本嗰個科幻，特別係宇宙戰爭嘅一個元祖啦。冇佢嘅話咧，後來出嘅作品咧，我諗未必會一樣啦。科幻嘅作品就係日本動漫一個最全球化嘅一個種類。嗱，御宅族呢個詞咧，我哋最近成日都用。其實如果追佢嘅根源咧，就係追到70年代呢個宇宙戰艦大和號。所以第一批御宅族咧，基本上就係呢個作品嘅嗰啲嘅所謂粉絲嚟㗎。有呢個作品之後咧，我相信以後咧，其他作品譬如 Gundam 啊、Eva 啊、Macross 啊嗰啲真人版咧，係陸續可以出嚟。評價咁高，難怪喺日本開畫5日就收10億yen啦。